很感谢我的老婆一直都在旁边给我鼓励，给我爱。这个是一个 cross，因为我是 Christian，and then 这个是 faith，怎么说？信念。信念。所以。你的信念是有包含哪些事情？我的信念就是不要失去我的信念，因为比较低潮的时候，我比较 low 的时候，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像在黑暗里面，然后就看不到一些 light，我就觉得也逃不掉我的合约，我之前合约的问题，然后一直都害怕我以后没办法发这个中文专辑，我们一直就还是比较 down 的时候，然后就每次看到这个也会提醒我常常晚上就突然起来，因为不知道我的下一步是什么，我要干嘛，我怎么办？太害怕，所以我就用酒，我喝酒到醉。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，我就觉得是压力，然后很多的恨，很多的 anger 在里面。可能是我有忧郁症，我可能有一些那些一定在。我现在想的话，我当然有那段时间也有忧郁症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感觉啊。因为我就是每天起来就不喜欢生活，这个 it's no fun, life is no fun. But 我就开始 change， 告诉我自己要 change 的时候，也是去运动，然后会变健康。没关系，你现在没办法做你的中文专辑，你还是要，你可以做什么？我还是可以准备，为了有一天真的可以发的话，然后就开始写歌啊，回到做音乐，做我想做的音乐。很感谢我的老婆一直都在旁边给我鼓励，给我爱。因为你现在这么忙啊，老婆都给你一些打气啊，比如看到你在健身的时候，你会变好之类的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。他其实希望我肉肉的。他如果他看到我比较瘦或是太瘦的时候，他就说不好看啊，你要吃多一点啊。可能是算是他的鼓励吧。你要吃多一点啊，你要体力，你看起来都快要昏倒了。